揭開福音的奧秘，得救蒙福嘅真理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討論有關得福嘅課題。一個信咗耶穌嘅人會得到啲乜嘢嘅福氣呢？呢個即係話信耶穌有咩好處啊？點解呢個亦都係一個奧秘呢？因為呢個唔係每一個信咗耶穌嘅人都完全知道嘅喎。信耶穌有咩好處啊？有咩福氣啊？呢一個係一個好問題。信同未信嘅人應該係有啲唔同嘅地方啦。我就簡單從幾方面嚟到睇一睇。第一方面就係罪得赦免。當我哋接受耶穌基督做我哋個人嘅救主嘅時候，我哋嘅罪就得到饒恕啦。以前因為罪嘅緣故，我哋從神係隔絕嘅。而家我哋可以再與神和好，得到神嘅恩待。我哋實在係好幸福嘅，因為聖經話俾我哋知喺羅馬書第4章7到8節，得赦免其過，遮蓋其罪的，這人是有福的。主不算為有罪的，這人是有福的。意思就係話我哋喺神嘅面前再冇罪啦，變成一個冇罪嘅人，被神稱為義，面對審判嘅時候亦都唔會被懲罰。我哋再唔會受到良心嘅責備，所以係一個有福嘅人。第二係聖靈嘅內住。世上唯一嘅真神係宇宙嘅創造者，佢喺萬有之上，佢係王中之王，佢亦都係一個靈，並且係無處不在。佢有無限嘅慈愛，佢唔會拒絕任何一個人向佢誠懇嘅尋求。信咗耶穌嘅人心中係有聖靈，聖靈會住喺我哋裏邊嘅，同埋係永遠與我哋同在嘅。所以話聖靈內住就係咁嘅意思。我哋需要聖靈嘅幫助，先至能夠明白真理嘅，並且有力量嚟到去遠離罪惡，做一個神所喜悅嘅人。聖靈叫我哋得新嘅生命，就喺主裏面嘅生命。佢會引導我哋過一個成聖嘅生活，並且係俾我哋有智慧，教導我哋真理，俾我哋有恩賜，俾我哋有才幹嚟到侍奉神。可以去傳福音，可以去做見證，但我哋一定要願意接受聖靈嘅幫助先至得嘅。第三係有禱告嘅權柄，禱告係一個權柄，係神俾我哋嘅，係一個渠道，使我哋能夠同神能夠直接有交通。因為人向神祈禱同埋相交係喺屬靈嘅層面上邊，所以冇任何嘅人可以阻止我哋向神禱告嘅。我哋喺禱告當中可以同神講我哋嘅問題，同埋我哋生活上各樣嘅困難，甚至我哋前面要走嘅路都可以喺禱告同神嚟到講。如果我哋對神係忠誠，願意向佢開放自己，有誠懇嘅尋求佢，佢就會幫助我哋，佢會回應我哋禱告。因為聖經係咁樣講嘅，馬太福音7章7節，你們祈求就給你們，尋找就尋見，叩門就給你們開門。我哋亦都需要對神有信心，信心唔等於迷信，因為迷信係基於我哋無知同埋恐懼，信心亦都唔係輕信啊，好似好多人唔需要好多證據就相信一樣。我哋嘅信心係基於我哋對聖經嘅了解，我哋嘅推理，好多基督徒嘅見證，同埋我哋親身體驗神嗰個經歷。第四方面，我哋同未信嘅人有唔同，同埋係一個福氣咧，就係能夠成為神嘅兒女啊！當我哋接受耶穌嘅時候，我哋嘅罪被洗淨，成為一個新造嘅人，呢個就叫做重生啊！哥林多後書第5章17節講：若有人在基督裏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我哋成為一個自由嘅人，唔再懼怕死亡，因為神已經賜俾我哋永生。我哋係靠着聖靈稱呢位全能嘅神為天父啊！聖經話喺羅馬書8章16節，
聖靈同我哋嘅心同證，我們是神的兒女。加拉太書4章6節亦都講：你們既為兒子，神就差他兒子的靈進入你們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既然信咗耶穌嘅人都係神嘅兒女，咁呢啲人就可以彼此稱為弟兄姊妹啦。喺主裏面就係一家人啦。第五方面有咩好處呢？就係明白神嘅話語啊，明白呢本聖經裏面所講嘅說話。聖經係基督徒做人嘅藍圖，詩篇描寫神嘅話語係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嘅導引，能夠照亮我哋前面要走嘅路。詩篇119篇105節，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聖經係現存最古老嘅書籍，經歷咗16個世紀先至能夠完成啊！聖經包括咗舊約同埋新約兩部分。舊約共有39本書，幾乎全部都係用希伯來文寫成嘅。最早嘅書卷係完成喺公元前1400年，最遲嘅書卷就喺公元前400年左右寫好嘅。咁新約咧就有27卷書，全部都係用希臘文寫成嘅。喺公元後40至到100年完全寫好。聖經係由40多位執筆者經過咗1500多年，用3種唔同嘅語言，希伯來文、亞蘭文、希臘文，喺唔同嘅地方，亞洲、非洲、歐洲完成嘅。聖經嘅執筆者係各有不同，佢哋嘅社會背景係唔同嘅，文化環境都係唔同嘅，佢哋身份又係唔同嘅，有帝王，有政治家，有先知，有農夫，有漁夫，有牧羊人，有祭司，有醫生，有稅吏，甚至有囚犯添。佢哋寫書所用嘅文體亦都係唔同喎，包括咗歷史、預言、傳記、詩歌、書信、箴言等等。聖經整體上係和諧一致，毫無矛盾。點解可以嘅呢？因為40多位作者都係同受一位真神嘅感動嚟到寫成嘅，先至能夠保存完美嘅一致性。提摩太後書3章16節話：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於教訓、督責、使人歸正、教導人學義，都是有益的。彼得後書1章21節話：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，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。約翰福音5章39節：你們查聖經，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，給我作見證的，就是這經。雖然聖經好似好難明白，但係聖靈會幫助你明白聖經嘅。以上所講嗰幾樣好處啊，就係罪得赦免啦，有聖靈內住啦，有禱告嘅權柄啦，能夠成為神嘅兒女啦，能夠明白神嘅話語啦，都係人信咗耶穌之後所得到嘅福氣。你未曾信耶穌咧，又唔會得到呢啲嘢嘅。從我哋接受主耶穌嗰一個時刻，佢就賜俾我哋一個新嘅生命，我哋就成為一個重生得救嘅基督徒。我哋唔再喺黑暗當中生活，而係生活喺真理同埋光明裏邊。因為我哋同神和好，我哋嘅生活就會充滿平安、喜樂同埋感恩。聖經係咁樣講嘅，約翰福音14章27節：我留下平安給你們，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。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，你們心裏不要憂愁，也不要膽怯。耶穌亦都係釋放咗我哋，佢俾我哋有能力戰勝罪惡，使我哋唔再作罪嘅奴僕。藉着基督復活嘅大能，我哋能夠過得勝嘅生活，永生就喺呢一刻開始啦。最後仲有一個問題係要提到嘅，就係我要去邊度呢？呢個有關人死後所去嘅地方，好多人都會回答唔知啊。
但係基督徒會話俾你知，佢哋死咗之後同神喺一齊嘅，因為基督徒同世人都唔同嘅，佢哋對死亡有唔同嘅睇法，亦都係唔會怕死亡嘅。神俾咗我哋應許，佢話我哋要去一個更好嘅地方，呢個就係天堂，嗰度我哋可以同神永遠一齊有快樂。聖經講呢個係樂園啊，係我哋喺天國嘅產業，佢唔會好似地上嘅家會朽壞、會損毀或者係衰殘嘅。彼得前書1章3到4節係咁樣講嘅，佢話曾照自己嘅大憐憫，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，重生咗我哋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壞、玷污、不能衰殘，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。耶穌亦都係話咗俾我哋知，佢去原來係為我哋預備地方嘅。喺約翰福音14章第2到第3節講，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，若是沒有，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。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，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，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。我在那裏，叫你們也在那裏。當耶穌被釘十字架嘅時候，佢旁邊有2個嘅強盜，其中一個悔改啦，佢痛悔咁樣同耶穌講，話要希望耶穌紀念到佢。咁耶穌就回答話喺路加福音23章43節，我實在告訴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。痛悔嘅強盜可以同耶穌喺一齊喺樂園。倘若我哋能夠認罪悔改，接受救恩，死後亦都一樣可以同主在一齊喺樂園裏邊。咁你可能會問，好啦，我而家信咗主啦，咁我應該做啲咩嘢呢？如果我係一個初信耶穌嘅基督徒，乜嘢都唔識嘅話，我點樣能夠更深嘅認識神同埋體驗神呢？冇錯嘅，因為你係一個初信嘅基督徒，聖經就話你好似嬰孩渴慕靈奶一樣啊，所以你係需要喺主裏邊嚟到成長嘅。以下就係你應該做嘅幾樣嘢啦。第一就係每日閱讀聖經，冇一個人能夠唔食嘢嚟到可以活落去噶嘛。屬靈嘅生命亦都係咁嘅喎。神嘅話語係我哋屬靈生命嘅糧食啊！我哋係每一日都係需要吸收呢個靈糧，先至能夠有健康成長嘅靈命嘅。第二，每日祈禱同埋神在靈裏邊有密切嘅相交。禱告係同神嘅交談，亦都係屬靈嘅呼吸啊！呼吸係具有規律性同埋支持性、持續性嘅。靠着禱告，我哋就可以向神訴說我哋嘅心願，同埋可以向神認罪。咁我哋點樣祈禱啊？我哋可以咁樣講嘅。你話親愛嘅天父，跟住你就可以講一啲讚美嘅說話啦，一啲感恩嘅說話啦。你可以認罪啦，你可以求一啲嘢啦，你亦都可以為別人嚟到祈求嘅。到結束嘅時候，你可以講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門，咁咪得咯。咁呢個係一個方式啫。咁你亦都唔一定要跟呢個方式嚟到做都得嘅。你可以平時講嘢咁同神講嘢都得噶。第三方面就要去教會參加崇拜，喺嗰度敬拜神，同埋學習神嘅話語。喺教會裏邊，我哋可以同其他嘅基督徒相交啦，以致能夠體會到神嘅愛，學習彼此相愛，彼此關顧。屬靈嘅嬰孩係唔能夠離開屬靈嘅家嘅，呢個就係教會。屬靈嘅弟兄姊妹喺一齊嘅時候，就可以彼此相愛，彼此勉勵，我哋新嘅生命先至能夠長大嘅。好似炭火一樣啊！我哋巴別橋都試過啦，啲炭一齊燒就會燒得好興旺，
但係啲炭一分開咧，呢個火焰咧就好快會熄滅噶啦。第四方面可以做嘅咧，就為主作見證啦。呢個就向家人啦、親戚啦、朋友啦、鄰居啦作見證，話俾人知你信咗耶穌啦。如果你覺得信耶穌係好嘅，你梗係會將好消息話俾周圍嘅人噶啦，等佢都能夠得到福音嘅好處啊嘛。我留低幾條問題俾大家討論。第一條，你曾經向神禱告過嗎？你曾經與呢位全能嘅神同埋宇宙嘅創造者相交過嗎？第二，你接受咗耶穌嘅救恩嗎？每個人都有唔同嘅原因去接受救恩，你點解要信耶穌同埋接受佢嘅救恩啊？第三，點解話信咗耶穌嘅人係新造嘅人？喺邊啲方面係新嘅呢？第四，永生係從幾時開始噶？第五，如果我冇接受耶穌，我死後係會唔會同嗰啲罪惡滿盈嘅人在一齊呢？我會唔會亦都會受罰呢？